大家好啊，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啊。首先祝大家咧聖誕快樂啊！記住咧，聖誕咧係耶穌嘅生日，大家一定要禱告紀念啊！利益申報，因為頭髮剪得太短啦，所以暫時戴頂黑帽遮醜，如引起大家不安，敬請原諒。童年時咧，大家都期待聖誕禮物同埋聖誕 party，相信我同你都唔會例外㗎啦。咁但係咧，大人就會同你講聖誕鐘買匯豐喎，究竟點樣出現呢個投資金句咧？買匯豐有冇聽錯啊？曾經咧係跌到去33蚊供股價喎。跌破咗100蚊嘅紅底股喎，雖然近排係升破100蚊啦，但係個波動咁大，所以好多保守派嘅投資人士都係不斷喺市場上揾一啲高息嘅定期存款，仲有揾一啲高息嘅 ETF。可以取代咧高息嘅定期存款喎，咁究竟有冇咁着數呢？今集內容非常之豐富，記得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馬上去片。聖誕鐘買匯豐係香港股市流傳已久嘅投資金句，源自多年前嘅市場傳統。呢句説話嘅含義係指在聖誕節前後買入匯豐控股嘅股票啊，通常都會帶來不錯嘅短期回報。佢嘅背後邏輯主要係來自兩個因素，第一個係香港僱員喺年底收到年終獎金嘅時候，就會經常將啲資金投入匯豐股票，因為匯豐銀行歷史上係派息慷慨嘅，尤其是係年底派息係最多，吸引散戶買入以賺取股息啊。第二就係市場季節性嘅效應，聖誕前買入，待新年後沽出，往往都有價格上漲嘅機會啊。然而呢個並非絕對保證嘅投資策略，受到整體市場環境、經濟因素同埋公司業績嘅影響，近年來佢嘅有效性亦都有所變化。例如2025年匯豐嘅股價已經累積升咗咧大約60%啊，成為藍籌股中嘅表表者。但係咧，投資者仍然需要謹慎評估佢嘅風險啊。及時審查投資組合嘅重要性係在於維持投資策略同埋個人目標嘅一致性啊，及早識別風險並進行調整。投資市場波動不定嘅定期審查就能夠幫助投資者重新平衡資產嘅分配，分散風險並找住新嘅機會啊。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啊，當時港股係急挫嘅，好多投資者因為未及時審查組合，過度暴露於房地產同埋銀行股，導致嚴重嘅虧損。如果及早分散至其他資產組合，例如債券或者海外市場，就能夠減輕衝擊。另一個例子咧就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恒生指數係暴跌超過60%啊！好多投資者散戶啊都係持有高槓桿投資組合，未能夠及時調整，結果血本無歸啊！反之，有一啲定期審查並轉向防禦性資產，例如公用股或者黃金嘅投資者，損失就會較少啦。近期嘅2020年嘅 Covid， 港股都一度大跌㗎。及時審查組合嘅投資者可以轉向科技或者醫療股，捕捉反彈機會，否則就會錯失咗復甦啦。呢啲嘅案例都顯示喺香港動盪嘅市場環境底下，及時審查不僅能夠保護資本，仲能夠優化長期回報啊！呢集開始嘅時候咧，我講到啦，好多保守嘅投資人士都係傾向定存嘅。其實咧，根據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2024年嘅調查，接近80%嘅受訪香港居民係將儲蓄存放於銀行活期嘅存款或者定期存款，較前一年上升咗5個百分點啊！有人問點解香港人特別喜歡投資定期存款啦？你問下你屋企嘅長者就知道啦。原因咧，第一就係低風險保本嘅保障，定存係受到香港定存保障計劃嘅保護，由2024年10月起，每人每銀行最高保障額係提升至80萬嘅港元啦，幾乎係零風險，適合保守型嘅投資者啊。第二就係穩定回報啊！2023至到2025年高息期，港元定存嘅利率曾經高達3至4% 或以上啊。現時短期咧大約2.5至3% 啊，遠高於活期存款，而且回報固定可預測啦。
第三就係傳統嘅儲蓄習慣啊，香港嘅儲蓄率非常之高啊，有儲蓄習慣者大約係67%啊，好多中老年人同埋家庭都係視定存為穩陣嘅理財首選，避免股票、基金等波動嘅風險啊，係簡單方便啦，冇需要專業嘅知識，銀行咧個門檻係非常之低嘅，部分咧更低至咧1000蚊就可以開戶啦，適合普羅大眾啊。咁總括而言咧，定期存款咧係香港極為普及嘅，尤其是係保守嘅投資者同埋長者群體啦。但隨住利率回落啦，部分人咧係轉向其他更高回報嘅產品啦。有啲人就提議高息 ETF 喎，究竟咩高息 ETF 咧？就係高收益交易所買賣嘅基金，通常係指投資於高收益債券或者類似資產嘅 ETF 啊。雖然能夠提供較高潛在利息或者係收益啊，但係本質上冇辦法被視為定期存款啊。主要就因為有兩者嘅風險、回報機制、保障同埋運作方式存在根本嘅差異啊。高息 ETF 係投資於高收益債券或者其他固定收益嘅資產，佢嘅價值係會隨住市場利率變動同埋發行人信用風險而波動，係沒有本金保障同埋沒有保證嘅回報啊。例如高息 ETF 嘅收益係來自債券嘅利息同埋資本增值，但佢可能因為債券嘅違約或者市場下跌而導致虧損啊。此外，高息 ETF 都係具有高嘅流動性，可以隨時喺交易所買賣，但亦都因此暴露於價格波動嘅風險。高息 ETF 更加像係市場導向嘅投資工具，而並非安全嘅儲蓄替代品，因此冇可能互相比擬或者係視為等同於定期存款㗎。我 wrap up 下啦，高息 ETF 嘅優點咧就係較高收益潛力，投資於高收益債券能夠提供高於投資級嘅債券或者定期存款嘅利息回報，適合追求收入嘅投資者。ETF 嘅結構可以涵蓋多種高收益嘅債券或者資產，分散單一嘅債券違約風險，提升整體嘅穩定性。第三就係流動性高啦，可以喺交易所即時買賣，交易靈活，唔係好似定期存款咁樣鎖定咗資金。第四就係資本增值嘅機會，如果市場利率下降或者信用環境改善咧，ETF 嘅價格可能會上漲，提供額外嘅回報喎。第五就係稅務嘅效率啦，相對於傳統基金 ETF 嘅結構，可能會減少資本利得稅嘅負擔。咁高息 ETF 一定有佢嘅缺點啦。第一就係信用同埋違約嘅風險啊。高收益債券通常都係由信用評級較低嘅發行人發行，違約機率係較高嘅，可能會導致本金嘅損失。第二就係市場波動性啦，受到利率變動、經濟環境影響，價格係容易受到波動嘅，冇固定回報嘅保障。第三就係利率嘅風險啦，如果市場利率上升，高收益債券價格可能會下跌，影響 ETF 嘅價值。第四就係費用同埋成本啦，管理費用同埋交易費用雖然係低，但仍然會侵蝕回報，而且頻繁嘅交易可能會增加成本啦。五就係流動性風險，喺市場壓力底下咧，某啲高息 ETF 嘅買賣價差可能會擴大，影響交易效率喎。大家覺得今集點樣呢？記得同我留言分享，記住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仲有最後恭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我哋下集再見，拜拜。